也是即摆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2月初3，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第4章13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17节到2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妇人的责任。真侪人拢误解讲基督信仰是反对妇媾的，因为伫圣经内底，耶稣基督对妇媾的人有足侪的批判。但是这个批判并不是耶稣基督才开始的，是啊，其实对规本的圣经拢咧提这个概念，迄毋是咧反对妇媾，但是却伫咧提醒领受上帝恩典妇媾的人应该爱有的责任。基督徒袂当为富不仁，妇媾的人需要有使命、有呼召，明白上帝差遣的旨意，就爱实践新的诫命中间所讲的疼人亲像家己。咱有看见到这个为神拿美以及上帝的路德，伊所拄着这个妇媾的波阿斯。波阿斯是一个真妇媾佮有疼心的人。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，第4章13节到22节，安尼记载。路得的大家拿俄米甲伊讲：查某囝，我应该为着你找一个好的归宿，互你有家己的家。你会记得无？甲你做伙工作遐的女工的头家波阿斯是咱的亲情。我甲你讲，今暝伊会伫五谷场来奔大马，你着洗身躯、抹香油、穿水衫，然后就去五谷场。毋过，迄个人食饱啉煞以后，毋通互伊认着。伊倒落去伫困的时，着看清楚伊倒的所在，然后换去，掀开伊坎骹的外袍，倒伫伊的身边。伊会甲你讲你着做的事。路得应伊讲，你甲我讲，我拢会去做。伊就落去五谷场，照大家所吩咐的一切去做。波阿斯食饱啉煞，感觉真爽快，就倒咧伫马队边。路得就踮骹去，掀开伊脚的外袍，倒伫伊的身边半暝。波阿斯烦心，看到一个查某人倒伫骹边，惊一条。伊问讲：你是啥人？伊应讲：我是你的女婢路得，请你用外衫来盖你的女婢，庇荫我，因为你是阮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阮的世系。伊讲：查某囝，愿你得到上主的祝福，你现在所表现的忠诚比以前更加大。无论是善者还是好业的少年人，你拢无甲因行。但我的查某囝免烦恼，你所讲的我拢会替你去做，因为全城的人拢知你是好德行的查某人。我确实是你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你的世系。毋过有一个比我甲恁更较亲。今暝你留踮遮，等天光。伊若对你有真义务、真好，互伊看。伊若我只用我的上主救主，我一定会真义务。你踮遮困到天光。第4章13节，波阿斯就娶路得做某。波阿斯甲伊同房，上主互伊怀孕，伊就生一个囝。妇人拢来甲拿俄米讲，愿上主得到称赞，因为今仔日，互你会当继续来继承你产业的照顾你的人。愿这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名声，愿伊恢复你的元气，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，因为伊是你的新妇生的。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。拿俄米就抱这个囡仔伫胸前，请伊大汉。厝边的妇人讲，拿俄米得到一个囝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俄米得。
伊就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就是大笔的老爸。这是法律书的后代，法律书生希伦，希伦生兰生阿米拿德，阿米拿德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，撒文生波阿苏，波阿苏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是大笔。耶稣基督伫山顶驾驶嘛是真清楚，这中间24节就真清楚咧讲到不为人的责任。路加福音第6章17节到26节，耶稣基督上山顶的宝训的教导，其实无论是善者还是不有听人，其实才是改名的重点。只不过是当不有的人佫较袂当袂记入上帝的恩典甲改名。伫经文安尼讲到，耶稣甲使徒落山，来到伫边地，伫遐有一大群的人门徒，甲一大群的民众。这个人是对犹太全地甲耶路撒冷以及太塞顿沿海来的，因要听耶稣基督讲道理，嘛互伊医病。遐个互邪神搅扰的人嘛来，拢得到医治。规大阵的人拢想要甲伊摸，因为有权能对伊发出，互伊拢得到医好。耶稣注目看伊的门徒讲：恁这个善者人真有福气，因为恁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恁现在地枵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互恁帮助。恁现在在低靠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互恁笑。人怨恨恁，为着人子的缘故，甲恁气杀，甲恁侮辱，甲恁看做歹人，恁真有福气。迄日恁着欢喜着跳，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真大。早前这个人的祖先嘛，安尼对待先知，毋过恁这个好野人惨啊，因为恁已经享受安乐。恁现在巴族的人惨啊，因为恁会枵餓。恁现在得笑的人惨啊，因为恁会哀伤低靠。众人拢在学了恁的事，恁惨啊，因为恁的祖先嘛安尼来对待假先知。诗篇37篇请兄弟姊妹家己来研读。感谢主赐恩互阮会当用主的改名会做生活的准证，互阮会当看重听人亲像家己的改名，将福音甲人分享，荣耀主的圣名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